其實咧，我成日咧玩比賽咧，我講個秘密俾大家，我都係攞唔到獎嘅。係啊，因為其實我覺得唱歌呢樣嘢係好個人，即係 even 可能大家嘅品味都係唔同，你中意嘅嘢都唔同，咁所以你我自己覺得咧，就算你喺比賽度攞唔到獎都好啦，我覺得唔係代表一切，即係可能我今次咁樣企上舞台度唱歌做自己音樂，其實我覺得呢個建構自己嘅世界最緊要，即係相信自己，就算攞唔到獎、贏唔到都唔緊要。即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唱歌、好中意嗰樣嘢，你就要繼續為咗呢個夢想繼續去進發。我講翻我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嘅時候啦，嗰時喺小學啦，跟住都好耐啦，真係好耐啦，10年前都嚟啦。咁嗰時係即係第一次參加啦，跟住個人係震到咧係冇辦法唱到一句嘢嘅，但係個評審又好好，哇唔好緊張，你再唱多一次，慢慢嚟。佢肯俾我唱先叮我走嘅，佢係好 nice 地咁樣，但係我諗起第一次去到我今日再企翻喺度，跟住再睇到，其實我都同學仔其實都好勇敢地去上台去表達自己，去用唱歌去令到大家中意自己。呢件事其實需要好大嘅勇氣啦，咁所以都係好 appreciate 大家都即係肯鼓起勇氣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。我諗翻起，我成日會同啲參賽嘅朋友講嘅，你當自己咧喺浴室嘅狀態下唱歌就得啦，完全一個人痛苦。跟住之後你嗰個表演係沖涼浴室嘅時候，因為嗰個狀態下咧，我自己都會啦，成日沖涼唱歌啦。跟住之後嗰個狀態下係會最放鬆同埋做到你自己最好嘅狀態咯。even 可能上台你都要攞呢個狀態出嚟。咁嗰個忘我